现在已经到达这个大华幼稚园前了。在指路南七12线与南75线往旧步路走，在大华幼稚园前过高速公路南侧，然后要回转太子路、富碧宫，然后郑家物理监所、太天宫、陈家联谊会、建天宫，然后回太子庙绕境。全程圆满。哦，现在6点左右已经到达这个大华幼稚园前，就是高速公路的西边这边。紫湾宫呢，在高速公路附近休息了。高龙宫了，看到八家将了，大将公庙了，请八家将。哦，那4月宫、5月宫，大将公庙。大将公庙。太子爷宫，哎呀，虎爷宫。好呀，空。大好，今晚要去坐。啊，嘛唔知呢，啊，就教人安尼说啊。谢，他们好。哦，东港民中，还有八家将呢，哎。华哥係北都市氣，西都行路逛，呢個地勢，用我把你好，用救來接觸到来台圣王，延平晋王府了，哦，延平晋王府，延平晋王府。